一定要少講話。犀利嘅人係從來唔講話嘅。今日同各位介紹3種情況，盡量少講話。第一種，規劃緊嘅事，八字冇一撇嘅事，永遠保密，邊個都唔好講，神仙都唔好講，老祖宗都唔好講，因為講出嚟就一定好細。我成日講，好嘅唔靈，衰嘅靈。好嘅事一講就冇，衰嘅事一講就定咗，叫一語成讖。第二種，兩公婆嘅話唔好對外面講。你睇下，你身邊過得特別好嘅嗰啲兩公婆，佢哋都係唔講話嘅，唔對外面講嘅。拍拖就係咩都唔好講，拍拖就係合埋門過日子。你中意嘅嘢，你冇必要去問人哋中唔中意。任何外界嘅判斷都會影響到你，扯到你，最後咪又係你自己做判斷。拍拖嘅標準答案喺你自己個心入面，你自己幸福就好。第三種，拍拖都唔需要溝通，溝通係冇任何作用有。溝通唔係言語上嘅你來我往，思想交流根本唔係咁樣。溝通只係一種情感上嘅博弈，拉扯扯大纜，不停咁溝通就係不停咁博弈，一啲意思都冇。你點講都講唔通，好攰好煩，而且揀去溝通本身就係妥協，溝通嘅潛台詞就係妥協。呢3種你踩過邊一個，自己心中有數就得。記住，學埋門過日子。